出埃及記第7章，耶和華對摩西說：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，你的哥哥亞倫是替你說話的。凡我所吩咐你的，你都要說。你的哥哥亞倫要對法老說：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。我要使法老的心剛硬，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蹟奇事。但法老必不聽你們。我要伸手重重地刑罰埃及，將我的軍隊以色列民從埃及地領出來。我伸手攻擊埃及，將以色列人從他們中間領出來的時候，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華。摩西亞倫這樣行，耶和華怎樣吩咐他們，他們就照樣行了。摩西亞倫與法老說話的時候，摩西80歲，亞倫83歲。耶和華曉諭摩西亞倫說：法老若對你們說，你們行件奇事吧，你就吩咐亞倫說：把杖掉在法老面前，使杖變作蛇。摩西亞倫進去見法老，就照耶和華所吩咐的行。亞倫把杖丟在法老和神僕面前，杖就變作蛇。於是法老召了博士和術士來，他們是埃及行法術的，也用邪術照樣而行。他們各人掉下自己的杖，杖就變作蛇。但亞倫的杖吞了他們的杖。法老心裏剛硬，不肯聽從摩西亞倫，正如耶和華所說的。耶和華對摩西說：法老心裏固執，不肯容百姓去。明日早晨，他出來往水邊去，你要往河邊迎接他，手裏要拿着那變過蛇的杖，對他說：耶和華希伯來人的神打發我來見你，說：容我的百姓去，好在曠野侍奉我。到如今你還是不聽。耶和華這樣說：我要用我手裏的杖擊打河中的水，水就變作血。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華。河裏的魚必死，河也要腥臭，埃及人就要厭惡吃這河裏的水。耶和華曉諭摩西說：你對亞倫說，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，就是在他們的江河池塘以上，叫水都變作血。在埃及遍地，無論在木器中石器中，都必有血。摩西亞倫就照耶和華所吩咐的行。亞倫在法老和神僕眼前舉杖擊打河裏的水，河裏的水都變作血了，河裏的魚死了，河也腥臭了。埃及人就不能吃這河裏的水，埃及遍地都有血。埃及行法術的，也用邪術照樣而行。法老心裏剛硬，不肯聽摩西亞倫，正如耶和華所說的。法老轉身進攻，也不把這事放在心上。埃及人都在河的兩邊掘地，要得水喝，因為他們不能喝這河裏的水。耶和華擊打河以後滿了7天。